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的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关心发生大火的台中大雅工厂拢烧了，调查嘛发现这间工厂是起伫农业区，是违建。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爱全面彻查，不时拢传出有消防员伫火场不幸往生。民间团体嘛呼吁立法院应该赶紧完成消防法的修法咯，嘛爱确保消防员的权益。伫田中央的两栋铁皮厂房已经烧甲拢变形了，厝顶耐力气检警甲监视人员伫现场搜证。啊，毋过查证了后，这间工厂毋但伫农业区无营业登记，规建筑阁是大违章。这一家工厂没有工厂登记，而且也不是临时工厂，登记也没有，也不是临时工厂，啊，应该是盖在农地上。根据台中市政府资料，台一区中和六路的这间工厂，建不是昆果公司甲百慕达抓去厂。地号是台一区自治段1229地号，是农业区，负责人是陈俊富。无工厂登记甲列管资料，甲临时登记，今年3月联合稽查，发现违规，暗甲未白贴。商业的成立，我们都是依照就是刑事的要件只要刑事要件核备，我们一般人都会照准。如果说确认它是一个违反土地使用在农业区的土地使用的话，我们会依照都市计划法相关规定来做裁罚。比对空翕图，这间工厂应该是18年4月20号了后新的违章建筑，除非向检举有重大公干记录，才会先白贴。伫台中的农业区，这款工厂有6000多间，按过贴图到960间。环团指出，这款的公安问题，通常代价拢真大。要让这个违章工厂它失火了，在这边继续的烧，然后外面找不到水源，还是要选择让消防弟兄冲入一个非常危险、400多度就会塌陷的火场。公民团体提出诉求，消防员应该加入消防员特别权，无人弄地违章工厂，应该进行防卫性救灾。台中市政府伫火场还未控制，就派员进入火场，做法敢无适合？消防员虽然是高风险的行业，没有办法避免面对危险、面对灾害，但是这不能无限上纲，任何人的性命都应该摆在财产的面前。不离高当市相关强调，火场的调度拢下规管，甲标准作业停驶，毋是讲叫第3消防兄弟入去火场，按过对外界批评，伊能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雅工厂火烧，造成2个消防人员过往。总统蔡文伫早起8点，嘛到殡仪馆去慰问家属哦，场面是非常的悲伤。蔡总统嘛非常唔甘，伊表示讲会全力来照顾，嘛要求相关单位要来检讨消防作业的定时。台中大雅的铁厝工厂昨透早大火，造成2个消防员不幸往生。总统蔡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强调，会互罹难者家属上好的照顾。嘛对消防员表示相关的敬意。总统蔡文嘛表示，针对这个事件，会要求相关的单位对作业定时跟消防人员的装备，要来做全面的检讨。继续过来关心昨个事件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哦？昨伫昨日半暝1点45分，消防队员接到报案，台中大雅中和6路一间免洗残旧的工厂火烧厝，2个消防队的队员谢志雄跟张德嘉摕着侦测仪器，就入去工厂内底去找起火点。伫半暝3点22分，消队长发现讲火是愈烧愈猛，随通知因赶紧离开，却无回应。到昨早起8点半，就发现2个人的遗体。暗暝的免洗残旧工厂，人早就下班，困眠当中，厝边先听到爆炸的声音，唰就看到工厂规个火烧。半暝1点45分，台中市大雅区中和6路的工厂火警，至少出动100多人，2名西屯特殊队员谢志雄、张德嘉，2点50分左右，摕热显像仪入去火场，对还未火烧的所在入去火场找找火点。3点左右，小队长发现浓烟冲出来，警方叫2个人撤，但是无回应，发现失联。指挥官派3组警员入去火场搜救，一直到早起8点半左右，才陆续对2楼找到2个人的遗体和物件缀掉咧。
无线电发现联络不到了，立即有回报我们当时的火场指挥官，从遮雨棚快速延烧到右边那一栋仓储的2楼。所以我们的同仁要往2楼，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再进入了高温的状态，所以就撤出。找到2个人的遗体已经严重碳化，消防人员用接力的方式将2个人伫火场救出来，列队致敬。救灾的过程跟人员抢救要救人命了，跟灭火的这个做检讨，到底当初的状况是怎么去进入做编组的？这我们做一个来检讨。殉职的2名消防员，33岁的郑志雄有2岁的后生，另外一位是32岁的张德嘉，无结婚，兄哥嘛是消防人员。下晡家属将人悲痛赶去现场招魂。咱是参与工厂圣诞的负责人下晡出现伫现场，面对媒体并无讲话。我不是告反会的，夺走2条人命了。今天这卡车是否是违章建筑的部分？规个马字形的厂房和大火烧几暝，厝尾顶已经严重崩塌。消防署统计，对民国104年到去年，已经有13名消防员抢救工厂的火警殉职，佮再加上车衫台中这场大火，总共有15名消防人员殉职。总统蔡英文嘛要求相关的单位要全面检讨消防人员的装备佮作业程序，和执行任务更加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目前消防员现场救灾作业安全的规范已经有纳入修法，也毋过有人批评讲，其实并无实际上的保障。有民间团体嘛指出咯，因为消防署反对互基层的消防员团体参加调查，所以消防法的修法就一直卡关哦。因要求要伫5天内底，党团佮立法院长必须要互因一个清楚的交代。消防人员伫咧火场出生入死，台中这场大火又搁再烧出老问题。消防员进入无人的工厂，全无命。最近不时就有消防员重大死伤的意外，包括2014年高雄起爆，造成5位消防员、2个义消伫咧意外中殉职。2015年汤圆新屋不能救管的大火，因为救管是违建，是铁厝，全向崩落，造成6个消防员殉职。2018年汤圆进棚大火，造成6个消防人员殉职。大雅区的大火也夺走2个消防人员的性命，也同款也是农地违建。根据农委会的调查，全台湾有7万多间的违章工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昨下晡召开记者会，要求立法院要赶紧通过消防法的修正，保障消防员的权益。为什么要让消防员进入无人抢救的铁皮屋里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新屋大火也强调过非常多次，铁皮屋工厂燃烧到400度的时候，它会塌陷。桃园在经历过新屋大火，在经历过进棚大火，作为一个铁皮屋工厂非常多的县市，他们已经开始在明令禁止说，如果没有入室抢救的需要，进行周界防护。违章工厂若火烧，铁厝定定会烧甲落落来，增加消防人员伫咧救灾的困难，也互因的性命安全有可能会去危害到。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救人命才是消防员付出的意义，毋是去救工厂。来声援的环保团体也认为，这消防员的殉职并不是公安意外，是制度伫咧害人，呼吁要赶紧修改消保法，也要求消防署要互基层的消防员团体会使参与殉职调查。工作的时阵，也呼吁立法院院长要伫咧5天以内承诺，互消防法伫咧这个会期以内通过，阻止类似的悲剧搁一届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朝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苹果日报是指出，之前台南嘉义甲游戏宝可梦合作效果袂歹，为10月初3开始，宝可梦嘛要甲新北市合作，除了伫新北大都会公园，嘛伫新北市等60个所在来出现哦。从第1天开始，要掠宝人实在伤过济，电脑佮断掉。来看联合报，为了要增加关会来源，会议基金会18年来头遍放松关会这个条件。未来65岁到70岁老大人，只要伫2年内底有关会记录，每年甲医师面谈一遍，就使继续关会，年底开始试办。再来看自由时报，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表示，美中贸易战对台湾应该有2年的转单效应，至少会使延续到明年的年底。也毋过爱特别注意，咱国有可能会互美国列做汇率操作国的观察名单内底。目前市场预测美国联准会10月份可能会降利息，也毋过杨金龙是讲，咱台湾并无降利息的打算。
再来看南方二大桥放弃，昨中昼找到第6个外籍渔工的遗体哦。这段时间有500外只的渔船无法度出海，国军嘛透明拼出一条水路，让渔船会当出海哦。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渔船无法度出海的这段时间，损失大约是1亿2000万，会由农委会来负责来补助。交通部嘛答应南方二大桥会伫3年内底重新来起好。宜兰南方澳跨港大桥崩塌进入第3天，酿成6死12伤。那最后一名失联的移工呢，在3号接近中午，在主航道的右侧，警消人员寻获了他的遗体。那失踪的6名移工呢，在今天全数找回。但人员将大体搬去救护车顶悬送去殡仪馆。大桥崩塌的第3天，总算找到最后一名菲律宾籍渔工的遗体了后，搜救任务也结束。飞办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集合家属跟他的亲朋好友。来这里举办一场弥撒，他们生活不好，才会出国，来我们台湾赚这个钱，谁愿意啊？国军嘛出动浦门桥透明深度水下障碍物，手术出一条12公尺长的临时水道，伫车3早起9点25分探湾楼，2只小型渔船顺利驶过临时航道出海。那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测量到它有进一步在倾斜的情况。那目前倾斜的这5度，它是呈现一个稳定。装备不停机，人员轮班休息的状况之下，以今天早上5点钟顺利把水下的障碍物完整的清除掉。不过临时航道湾楼的时阵，水的深度敢若4公尺。宜兰县政府上大只的救难船宜安6号试行，因为船离水面上的高度有17公尺，船高无法度通过。下晡交通部长林佳龙去现场承诺南方二大桥要伫3天内重建完工，佮提出赔偿方案。以4天来计算他们的损失，那总计大概是1亿2000万元。有510艘的船主，可以呢符合标准来申请补偿。因为大桥顶完工的破基骨有500栋重，为着要确保渔船仔的安全，吊车嘛继续加强，互伊较载力。工程团队搁伫咧讨论路尾的拆除作业，按算伫咧11月中进前甲拆除。记者综合报道。南方二大桥无照规定定期检验，交通部表示一定会调查好清楚。港务公司的董事长吴宗言嘛坦承有疏失，已经辞职。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已经准了。南方澳长桥以外，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到立法院做报告，讲会全力救灾，追究责任是无上限。现任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宗言已经口头向部长请辞，林佳龙也已经同意。因为你那个没有按照桥梁的检测时间去检测，这本来就是有失误。董事长，你是不是自己已经有跟部长提出口头的一个请辞？这个是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这个哈。这个我们交通部会有一个陈述啊，这个我保留起来。有跟交通部有这个私下再说。这董事长1年外吴宗言，大厦研究所主修土木，是高雄第一科技大厦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8所过台南市副市长、高雄市工务局局长、关务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厂长，也经历两部航港的背景。港务公司2002年成立到即马，换过6任董事长，第一任萧丁混8做过高雄花莲甲贵人港务局长，2014年才被张志清出任海洋大厦管理学院院长。正当轮替了上任的吴明坤8做过公路总局局长，吴鸿模是出任高雄市工务局长，变成交通部长。由交通部处长王国才接代，变成吴宗英接。外界质疑2006年了的董事长拢无航港背景，是政治后下。给人家贴标签啊！事实上，我们都是政府的一个团队，然后政府的人事安排全力以赴。对外界批评，前港务公司董事长吴鸿模讲，若是政府团队内面的一份子，拢会全力来做。就交通部长林佳龙讲，港务公司伫这座的事件确实有疏失，交通部已经成立调查小组，绝对严办。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长期的南方二大桥，港务公司承认讲，完工以来21年检查拢无照规定的做，确实有唔对。港务公司伫全台湾的分公司，拢总有管理17座桥，其中有8座嘛是完工了，都唔捌好好检查过。
这个台南安平港区的新港桥属于管制区，平常时无一般民众的车会当过，而且另外一条97年完工的安平下港桥是港区连外道路之一，归属伫港务公司高雄分公司的这两帮桥，起好了，敢若照保养好，唔捌检测过。目前应该是没有问题，好。那未来呢？那我们也会在列入相关的相关的桥梁检测，定期来作为相关的检测。目前港务公司各有港区的17帮桥，分别是嘉南分公司的台北港南码头区的连外高架桥，各有南方澳大桥。除了南方澳大桥21年无检测以外，台中分公司管的中1桥、中2桥、中南2桥嘛拢毋捌检测过。花莲分公司区内的桥梁伫103年完成，包括阿门头正新出样，各有对抗压力的强度甲钢筋探测。高雄分公司的德溪桥、南车联络桥，统计港务公司伫全台湾总共有8帮桥拢毋捌检测过。是有持续在维持一些修复或保养，但是并没有做过系统性的这个就是由我们这个港公司或过去的这个航港局也好了主动很完整的深入的一个检测。交通部要求港务公司全面检讨检测的流程，限期3个月，甲剩落来16帮桥的检测完成。因为港务公司的专业度无够，会委托予专业的单位来进行检测。针对长期的南方澳大桥，交通部认为这帮桥的归属认知有侦查，会调这几年的资料来甲这人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南方澳渔港每一个产值大约是21亿的台票，毋过外籍劳工的生活环境是有够歹，渔港吃困生活拢伫船顶头，薪水只有基本工资，若输个扣掉中人抽成一个月领无2万块。身躯揪咧，经过灶骹，佮爬入胭脂尖的面床。外籍渔港菲利浦毋若出海掠鱼的时阵，住伫咧船舱；平常时渔船靠伫咧岸边的时阵，嘛是住伫咧船顶。How many years you come to Taiwan? 10 years. 吃饭、睡觉、洗澡都在上面。对啊，这边这边就可以了，上个厝啊。南方澳大桥崩落，第4船顶6名外籍渔工，工会指出，其实当地差不多9成外籍渔工拢是住伫咧船顶。一方面是雇主爱渔工顾船，无提供大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嘛是渔工所领的基本工资，佮互中介费扣东扣西，往往逐个月实际上是领无2万，为着要省钱，就要去外口睡厝。如果他们自己要租房子的话，那个费用太高，他们又负担不起。1年365天都会住在船上，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的那个余地。行访南方澳渔港，会当看到有外籍渔工伫咧甲绑顶悬洗身躯，规身躯拢全泡；嘛当看到有渔工伫咧船顶直接伫遐驱便所。工会指出，2天前劳动部甲渔业署有出钱，伫咧中国籍渔工换伫中心的边仔，搁加起一栋互外籍渔工住的。但是地方的人士希望会当作为观光的用途，即马变成是网仔馆。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回应，行政院政务委员吴德成已经要求爱以安大渔工为主，所以会甲中央申请5000万的经费，上紧明年发包装修，搁先做好渔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天气哦，今仔日是真热真热，日跟暝温差是真大，也毋过明仔载就会变天哦，因为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会影响到台湾。来看详细分图。为分图顶头会使看到，伫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有一个低气压，伫拜六会通过吕宋岛哦，嘛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拜六温度会淡薄降1度到2度，东部的水汽嘛会增加哦。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雨会落到后礼拜1哦。气象局表示哦，今仔日市的温度上悬会到35度，上低只有22度左右。过到了山区嘛落降雨。中昼的紫外线的指数有较悬，所以观众朋友若是会出门哦，就爱做一寡保护。再来看10月份是台湾的空气品质上歹的月份哦，咱北中南有真侪所在，毋是感觉湿，就是红色的警告。今仔透早6点，中部地区到来观测站已经是暗海的等级。就鼻子会痒啊，对，打喷嚏、咳嗽。就雾茫茫的一片，对，然后臭味是没有什么味道，那只是就是骑起来是比较不舒服。民众骑车看袂清楚，有过敏的反应，是因为吹衫洗半杯空气，真正才垃圾的。只要户口包括婚姻馆大西、金门，拢是红色警示。
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观测，到昨下晡5点，全台有54个测站都代表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干嘛是地区。分布伫西半部甲外岛地区，今透早6点，中部到6个观测站到红海顶级。环保署表示，这是因为受到西南风将境外污染带入来影响，佮加上西半部透早开始风速较弱，才造成直向甲坏向扩散较歹，污染就较会累积起来。我们的 PM2.5， 就是小颗粒的这个悬浮微粒呢，也在这个强的光化学反应之下它会生成所以这为什么看起来能见度特别差它因为没有风所以形成的这些粒状物 PM2.5 呢，它的浓度还是有上升的这个现象。环保署表示，为天气预报来看，今甲明仔载2天，同款也是东北风的天气形态，拢是对西半部扩散的条件不好。爱到礼拜日东北风增强了后，中部以外的空气品质才会改善。毋过分假以南，高频是伫风背，也是注意扩散不良，会互空气品质不好。建议敏感族群或者是老大人、囡仔，才会抵抗力较歹的民众，而且减少户外活动。若是讲要出门，一定要挂喙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印尼、马来西亚最近空气污染嘛真严重哦。越南的首都河内哦，为9月份开始，连续几日天风杯山是真严重，比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标准哦，高出20倍。越南首都河内最近天气真歹，来河边公园运动看风景的民众最近拢看袂远。Những cái tòa nhà cao tầng ấy, nhưng mà đến hôm nay là vào cái thời điểm này là rất là mù mịt, nhiều khi là không nhìn thấy các cái tòa nhà cao tầng nữa, mà như phủ một lớp không sương ấy. 越南上大2个城市河内加胡志明，自9月中开始 PM2.5 浓度就一直升悬。河内也搁连续几日天超过每立方公尺300微克，比越南官方标准25微克悬真多。也比世界卫生组织 WHO 标准高出20倍，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歹城市。当局伫咧催你警告，河内胡志明的空气品质已经到无健康的程度，而且这种情形也会连续几日天，尤其是早起加半暝，民众上好是莫出門。Chú vẫn đi tập thường xuyên mà cảm thấy cái không khí nó kiểu nó hơi bị ngột ngạt. Cái tầm buổi sáng từ 7 giờ đến 8 giờ 9 giờ thì nó còn bắt đầu nó càng ngày càng lên càng cái mức độ khó chịu. 越南政府讲，空气歹是因为最近雨少，农民季节性的火警，各烧煤炭发电，几多年来空气污染拢真严重。河内也有真侪阿门头钢铁、煤炭等工业，超过500万台乌托邦，一直拢是东南亚国家内面空气上歹前几名。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上要紧，咱来看法国巴黎警察总署伫初3下晡，有一个伫警察局内面食头路的人，摕刀乌白杀人，造成4个人死亡，搁1个人重伤。这名嫌犯嘛，互其他警察开枪拍死。警方初步排除恐怖攻击，调查人员认为可能是一场的纠纷引起的。巴黎警察总署外口救防速线，警察夜行戒备，当对初3下晡1点半。一伫警署内工作男子向摕刀伫办公室杀人，再向外口将攻击范围变大。J'ai essayé de voir qu'est-ce qui se passe, si c'est un attentat ou si c'est plusieurs personnes, ils sont rentrés pour peut-être tuer des gens. Donc j'ai été méfiant et j'ai vu tout de suite les policiers, ils ont dégainé, ils étaient armés tout de suite. Parce que là où je me trouvais, 99% des gens, c'est des policiers. Et surtout, il y avait beaucoup de jeunes filles, ils se sont tout de suite mis à hurler, pleurer. J'ai dit c'est très grave. 看到人指出，迄当时巴黎警署总监嘛伫内底，我台人办公室保解园，这男子落尾伫警署厅园向开枪拍死。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原本要去土耳其访问，案发了后遂取消去现场。Nos personnels sont à la fois mobilisés immédiatement sous l'autorité du procureur pour mener l'enquête dans les meilleures conditions et pour que toute la vérité soit faite. Nous déplorons le décès de 4 personnes fonctionnaires de 2 directions, donc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la direction du renseignement et également la direction de la sécurité de proximité. 3 hommes, 1 femme, 3 fonctionnaires de police et 1 agent administratif, donc
ont été tués. 即个造成4人死亡，甲9个人受伤，其中1个人重伤。法新社报道，巴黎警方初步摆渡嫌犯涉嫌恐怖主义犯罪。嫌犯太当作目的，目前更唔知影。按过调查人员研判，可能甲工作纠纷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一名美国的查某警察伫去年9月份，甲厝边当作是歹人开枪拍死厝边。经过1年的司法审查，法院判这查某警察谋杀罪，爱关10年。不过死者的小弟是选择原谅这个警察。I don't know if this is possible, but can I give her a hug, please? Yes. 德州达拉斯法院12位陪审团成员经过1点钟的讨论，初二最后判定5胎厝边的白人女警31岁的安博盖格谋杀罪名成立，判10档的徒刑。波萨姆的小弟布兰特迄阵发言，强调伊将兄哥的性命交予上帝，嘛选择原谅盖格，佮请求法官予伊甲盖格揽一个。但是死者的爸爸是伫法庭上流目屎。I'll never see him again, and I want to see him. I still want to see him. It's hard. 宣判过后，法官先甲波萨姆的乡亲揽的魂安慰，嘛揽改革，并且送伊一本圣经。但是10档的徒刑，远远比检察官所预期的28档，也是终身监禁低真济。互死者亲戚朋友感觉真不满。死者妈妈是表示，希望达拉斯警察局爱彻底改革。10 years is not enough. Both in John's life matter. And when there is no justice, it should never be any peace. There's gotta be a better day. And that better day starts with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hat's right. The city of Dallas needs to clean up inside. Amen. 安博改革去年9月下班等于厝兼着流产，再上迄当阵26岁的非洲的厝边波萨姆，误认为是要来拼的歹人，当场开枪甲弹死，嘛互人认为佫是一件牵涉到种族歧视的刑案。根据美联社上新的民调显示，55%的美国民众认为，关警会对非洲的民众过度使用武力，其中40%的民众认为种族是关键因素。波萨姆案宣判了后，大批民众伫初二暗行上达拉斯的街仔路抗议司法不公平，嘛再次凸显美国社会敏感的种族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台第20世纪的美国轰炸机波音 B-17，拜三要降落机场的时阵却失败爆炸，造成7个人死亡事故原因搁调查。美国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发生一件空难，一架20时阵美军团级轰炸机波音 B-17空中堡垒，伫当地拜三早起10点左右，往回布拉德利国际机场的时阵降落失败，弄到维修的设备了后导火爆炸。这件事故至少造成7个人来死亡。There were 10 passengers on that plane and 3 crew members. There are 6 survivors in various conditions of medical condition, ranging from minor injuries to a critical. We will confirm that there are 7 deaths. And as again, all but 3 of those families have been notified. 美联社报道指出，这只经典轰炸机出发超5分钟，驾驶员就回报出现问题，无法度有关升空，所以登来原本的机场，不离个煞偏离跑道，弄到渡边的设备。And so we're watching it as it was flying away from us. He wasn't really gaining altitude, and then one of the engines started to sputter. The one that's on the co-pilot side, the number 3 engine just next to the fuselage, sputtered and smoke came straight out the back.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这件事故发生的原因。The question is how many passengers are typically allowed on these types of planes. Again, that is something we look at as part of any investigation, the weight capacity of the plane, so that's something we have to determine going forward. 根据了解，这只失事的轰炸机是民用，不是军用的，是非营利组织柯林斯基金会的。根据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伊的目的是支持飞行机的相关活动，也佮有保存电视佮历史性的手工艺品活动。若是罹难者的名单是还未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的亚特兰大有一个 NGO 团体帮农民每礼拜伫无共款的所在摆摊卖物件，嘛方便一寡附近无市场的民众会使买到新鲜的农作物。库迪涂骹罗麦克斯将已经写规矩加落来，准备带去绿色市集买。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有一个社区，因为上关超市有96公里远，民众平均收入嘛较低，是城市中的粮食欠缺地区。为了方便民众买食材，有非营利组织为2015年开始，就该合同对农民生产新活动的农民绿色市集，提供民众原始的健康菜色。 These are census tracts where over 20% of the population in that area is below the poverty line, and low access where fresh food access points are greater than a half a mile from where people live within that neighborhood or that census tract. So that is what we call food desert. 因甲亚特兰大交通部门合作，和农民市集每礼拜拢去无共所在摆摊。另外，佮甲共享汽车公司为今年6月开始到年底，替300外个低收入家庭提供市区农业贸易市场，甲柑仔店的拍折优惠，希望将农民市场发展到贵城市。I think the people that will benefit the most are those in the area that have to go so far to get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these are areas that we're concentrating all of our efforts to supporting the local food economy in these areas so that we may be able to establish new fresh food access points using urban agriculture and other innovative ways. 美国农业部调查到2015年，亚特兰大人口超过22%的人活伫产业线以下。 芝加哥则是5%，西雅图有7.8%。伫亚特兰大农民市集将健康饮食供应予粮食欠缺地区的民众了后，目前芝加哥甲美国其他的大城市嘛咧学这个经验，采用真济方法斗阵使用，望将绿色饮食推广到各粮食欠缺地区。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香港，伫10月7日，有警察对一个学生开枪，造成学生受伤严重，将法院进行审理。这名调枪学生方指控攻击警察，为了要控制反送中的运动哦。这嘛有风声讲，已经研究真久的宵禁令，佮禁止戴喙安无碍的法令，伫初3会有团体开记者会，呼吁讲爱赶紧通过。 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连续超过3个月，而且佫愈战愈烈。因为香港抗争冲突，真侪示威者挂喙暗头盔真歹真慢，造成警方执法的困难。传出讲香港政府已经研究引用紧急法的权利，颁布禁止服民法。初3禁止服民法的推动组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建议按照国外立法的案例，量查阻挡即寡暴力。見到好多嘅暴力嘅行為咧，都係由一啲無面嘅一啲嘅示威者或者我哋叫暴徒咧係去做嘅。 咁呢啲暴力嘅行為咧，亦都係越嚟越無法無天。我哋唔認為，亦都睇唔到啦。你立呢個蒙面法係可以解決到而家香港嗰個撕裂，解決到而家香港嘅問題，只會將香港嘅氣氛撕裂咧係加劇去擴大。呢個係完全解決唔到問題。 香港政界嘛推出講禁止服民法，會當予特首林鄭月娥伫最近召開特別行政會議當中來通過，而且佫唔若禁止服民法。傳出講香港政府嘛伫研究宵禁令，認為講人減少會當降低暴力事件。香港11衝突內底，去互香港警察開槍彈到倒邊胸坎的中學5年的學生，即馬佫佇咧病院。毋過伊去互警方控訴參加暴動，佮攻擊警察的罪。初3由刷電法院來審理，不離個香港警察向學生來開槍，已經去互質疑執法過當。根據民主黨的民調，有要70%的民眾黨認為香港警察過頭使用暴力，對警察無信心。認為警方有冇使用過分嘅武力呢？咁就表示有嘅人呢，就係68%，表示冇咧係32%，咁就即係大約7:3嘅比例。不離個香港警察最近嘛修訂定數手冊，規定警方拄到民眾對抗的時陣，增加會當使用催淚彈甲胡椒彈，而且甲警棍、手榴彈、布袋彈甲水炮車列作加傷害性的武器。反面派議員就反對講，警方濫使用暴力的狀況可能會更加嚴重。佢呢個係會俾前線嘅警務人員係有更大嘅演繹空間去使用致命嘅武力㗎。為咗要聲援反送中，香港中文大學初3有學生發起罷課遊行，
要声援伫咧示威行动当中去用掠的中大学生，中大校长段宗志嘛答应学生的要求，出现来甲学生讲话。另外，美国海曼资本创办人巴斯，二三是对香港的经济提出警告，认为讲对反送中抗争变严重，香港的经济状况当在面对真严重的衰退，预计未来12个月会有大量的资金外移。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香港学生和警察开枪，台北市长郭文德伫车里接受访问的时阵讲，意外在所难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就批评这款的讲法是侮辱学生，要求郭文德爱道歉。也毋过，郭文德伫昨就解释讲，这是媒体的问题，嘛讲党政军应该爱退出媒体哦，伊无认为家己有讲唔对话。10月初，以香港中学生去香港警察伫真近的所在来开枪。台北市长郭文泰受访的时阵表示，现场乱七八糟，加减拢会无细致来开枪，引起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的不满。伫人面册表示，这是对调查学生的侮辱，学生即马搁伫咧病院，认为郭文泰爱家己回失礼。不离个郭文泰车衫无认为讲家己讲唔对话，颠倒撒互媒体报道的问题。说很多媒体都已经变成政党的侧翼机构，你知道，人人表达愤怒跟谴责。这种台湾这种媒体带风向，我还是觉得非常不屑。郭文泰直接点名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去用掠头斩尾，嘛无介意选举要到啊，一直要讲猛感的感觉。香港的问题，台湾应该思考清楚。啊，若是初日暗时过关港台变做双家母来替民众党上的候选人来翕相，啊，毋过却为伊排除列压出来立委参选人张庆祥。国民党朋友打电话给他说：“拜托，我要选举，然后同选区你不要帮他照。”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嘛。郭台铭办公室是回应讲，郭台铭敢若甲认同家己理念的参选人来翕相，若是要支持台独都无可能。啊，若是前一天袁武讲要伫所落来2礼拜规划5国会，因为国会强烈反对，即马嘛暂时先停啊。他们其实还蛮担心的，然后情绪比较激动。至少有500人都已经退团了。那早上郭台铭先生知道这样的消息之后，他觉得很心疼，他也觉得很不舍。5国会可以暂时不要碰面。另外，针对韩国会，郭台铭无了强调讲，目前无这款的安排，而且除了南方学长桥的代志，郭台铭捐1000万以外，针对台中第2区工厂火灾有消防人员死去的代志，郭台铭是技校总会总顾问，嘛会派人去慰问。记者综合报道。离总统大选只剩100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中昼开记者会，希望大家小积来小听伊。也毋过伊的副总统人选到底是啥？韩国瑜嘛是无讲，敢若讲11月初伊会搁去美国访问。世纪启航的穿云箭。又开弓箭，韩国瑜将穿云箭射对天顶，伫草帽啊画新放假角色鲁夫的伊，用总统参选人的身份，号召支持者来收听。宣誓选战最后100天正式启航。伫述的是和国情顾问团的总调张善政炮火全开，讲对手为着选举铺天盖地咧甲抹黑。从来没有这几10年来选举像今年这么肮脏过，抹黑到这种程度，几乎是铺天盖地。而且是完完全全可以不顾事实的抹黑跟扭曲，从来台湾政治选举没有这么肮脏过。我们韩市长在高雄，高雄的发展要什么，中央就不给什么，而且还打压。再打压。张善政批评中央专门和高雄作对，要反转这个局面，就要反转台湾。这是大选剩最后100天，副手的人选到底是啥人？韩国瑜再次人问，有关无正面的答复。有风声讲，韩国瑜会伫咧11月初用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和议员这期是规避总咨询，伊嘛是跟他回答讲时间也未定案。现在这个时间还没有定案，该有些人在联络，有一些热心人士帮忙在居中联络，时间、计划、内容都还没有确定。韩国瑜的副手一直无定案，顶多是和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关系，看起来敢若搁进一步。因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新增加一名发言人，就是朱立伦的子弟兵新北市议员叶元之。只是当媒体问到叶元之和朱佩是毋是有可能的时阵，叶元之是回答讲毋捌听韩国瑜讲过。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台中第2工厂火灾造成消防队员不幸往生，总统蔡文甲行政长苏贞昌拢表示，要用上好的条件来弥补，嘛要对消防人员的装备来做检讨。另外，南方二桥登起的事件嘛，要求交通部要查核清楚，袂使暗砍任何人。台中第2一间铁片工厂车衫半暝发生火灾，造成2个消防人员不幸来死亡。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强调讲，会予罹难者家属上好的照顾甲补偿，而且嘛对所有消防员表示上悬的敬意。我也要求
我们对于这一次的事件整个作业的程序跟这个作业消防人员的这个装备要进行检讨。我们的消防人员英勇负责，都常在第一时间冲进火场。今天发生意外，非常不幸，我们很难过，也表示最高的敬意。苏贞昌嘛希望各界会当互消防员更加侪鼓励甲感谢，爱大家注意防火防灾。不离个最近小连续传出重大事故，宜兰南方澳大桥断气，造成人的移工死亡，嘛标出大桥21栋拢无检测。对这件代志，蔡总统要求交通部进行调查，绝对袂暗号相关负责机关。苏贞昌嘛表示，爱记得这个驾驶有责任的，我们一定依相关调查的结果严以追究。那对于这个桥梁保养，是不是责任有疏失，也都在追究。要求我们相关的单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整体的计划，那么同时也开始进行检测。若是2020选战到达100天的时间，蔡英文的副手甘就是大清掉。独派头人高宽敏进前表讲蔡赖配是有可能的，蔡英文到今甲袂讲好明，佫一改讲会伫上适当的时间提出上好的组合。现任总统也是以国政为主，这段时间会强化政策甲成绩，而且提出未来的愿景。记者综合报道。垦丁伫早起早9点有一个姓杨的教练带2个人客去畅水，结果3个人拢失踪。海巡单位海面佮空中拢出动，敢若找到教练，目前佮继续去找人。0.78海里，持续搜寻2名失踪潜水客。海巡的船一透早继续伫个高原片海域搜救，对其何在11点接到垦丁3个人呛水失踪，搜救行动就规暝无停。除了海巡出4架船，包括空军总队直升机甲民间渔船嘛加入协助，但其何暗时敢若找到杨氏教练。接到一艘那个3板的船主说，在那个鹅銮鼻外有发现光点，那后来他有过去协寻，去查，发现是那个潜水的杨教练。杨氏教练被救起来时，因为身体较虚有送医，伊表示2号早9点，伊带2名人客对鸟皮头坐船出海，到1海里外畅水，但落水无偌久，3人就互海流冲走。海巡根据伊过程看到画面，研判伊互海流带一大人，伫个高原片东南方的1海里找到的时，已经流超过12点钟。海象是允许的，但是因为这个猫鼻头这个海域比较水流比较湍急那水下的一个海域比较水流比较紊乱，那难度也比较高。还未找到的2个人，分别是64岁黄姓台湾人，甲28岁邱姓中国人。海巡根据海流的方向，继续往东部海域吹，希望会使伫黄金42点钟内救到人。记者杨川郭建顺屏东报道。彰化县有24间学校外口拢有绿桥有民众就发现讲有的绿桥已经有壁巡，希望县政府爱重视。伫咧上课的时间，妈妈带囡仔行行人绿桥过车路，不离个彰化市各省各小外口的这座绿桥，看起来是真危险。桥身真侪所在拢害去，差不多是逐工拢会使用绿桥的民众，拢真烦恼讲会发生危险。有时候走过去就觉得说有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之类的。伊这应该有遐久啊啦。那个打水啊，你无看伊咧碰久打水啊，遐佫有空过啊。今朝来看这座绿桥，主结构已经出现真侪壁巡，而且会当透过这挂壁巡，伫桥顶看到下骹的车路，而且佫有一寡所在更紧走出来，桥边的地板嘛有破去，而且佫会当看到真侪所在碰起来，有议员调检修的记录，发现讲2017年捌检测过一届，毋过后尾嘛是无进行任何检修的部分。经过了到现在已经1年半多了。这个地方都没有做任何的铺面的重整，或者是这个钢筋外露部分的补强。根据资料，这座绿桥已经使用38天，毋过却无征收过记录。同款的状况嘛出现伫花坛桥安国小的绿桥。议员认为相关单位行政有问题，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学生的安全，要求教育处爱全面清查。应该有些学生还是会走啦，我们会请学校了解一下那个路桥上面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会把这些可能需要回报的情况之后回报给我们公所或者是其他相关单位，协助做后续的处理，确保我们学童上下学的安全。
彰化管教育处表示，全馆总共有24间学校外口有提供予学生来通过绿桥，不过管理的环节算是各乡镇的市公所，会要求各校来进行较斟酌的检查，若是有安全疑虑的绿桥，教育处会回报予各公所，爱用赶紧来修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二林金碧机械产业园区开发案的争议，项目已经超过10年，展开环评会第4遍的初审会议。中华馆长王惠美甲地方人士拢希望环评会使过关哦，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来抗议。环保团体摕布条啊、抓牌啊、画口号，反对二林精密机械产业园区的开发案，认为这个土地有土木液化等等的危险。布里个现场嘛支持开发的民众，争议超过10年的开发案，环评会初3召开第4届的初审会议。对于精密机械业者，一个风飞沙那么严重，土壤液化那么严重，淹水区都是一个非常风险很高的。我们想政府应该让这些业者要来投资的人知道，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来开发。环保团体认为，除了生态问题以外，精密机械产业群聚区伫咧台中甲北中华，无伫咧南中华的二林，而且中科4期还佫有500多公顷的空间。佮呼吁中华县政府应该落实北工业、南农业的发展政策。毋过，中华县长王惠美亲身就北来争取环评通过，强调讲中华人爱家己决定家己的代志。二林园区工作机会会当互少年人转来。今仔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报告一下，咱这边开发这个工业区，它不是农牧用地。它也不是一般农地，农业老地生产粮食的土地根本都无去损失掉。311家所需求的面积是500多公顷哦，是比我们现在要开发的土地多2倍以上，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变成蚊子园区。环评会会后决议，地方地甲再生水的计划无交代互清楚，所以要求中华县政府甲资料保证了，再过来审。环评委员嘛亲身去现场来勘察，甲记录的所在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西亚湾哈马星哦，这1年来，真侪店面拢租袂出去。当地生意人是讲，游客减了7成，嘛无中国游客景气歹，生意是真歹做。高山渡轮站对面这条路是哈马星地区的上精华区域，养过3间店，即马要租或者是要卖。过去真侪游客西亚湾，即马不拢是无啥人，因为领事馆正隔壁透天厝，无到10间就2间要卖。你从那个洞口弯过来，你看这里有没有一家在开店？没有，没有人来，谁要做生意？做生意会亏死呢。有几万厝伫咧哈马星地区入口，几多年拢卖袂掉。业者讲，今年游客上侪是比前2年减少7成。虽然一直拢有少年人要入来开店创业，真侪是差不多开3个月到半年，一直了挡袂了就收起来。直接从张家库不用再走进来哈马星，然后就可以坐船到旗津去，那造成说很多的游客他就不会进来哈马星。地方认为租金无起，游客减少，把附近的不利战略扩展景点甲游客扭走才是主要原因。姚议员认为高雄相关衰退有扩大，最严重就是那个崛江啦，新崛江那边，然后再往南延伸的中央商圈。还有火车站旁边的商圈，其实都还蛮严重的。人潮呢，现在都在往北高雄，在巨蛋跟这个左营车站，还有东高雄，也就是凤山站的部分，人潮都有明显的成长，它还是16%到20%。市府认为高雄人口科技转移也是原因之一。下个9月较到的相关6个传统市场，请学者协助规划特色港在做，也协调用国家级的租金吸引少年人来创业，为相关带来新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伫苗栗公馆发现2只石虎仔囝，昨透早又有民众伫园里发现一只应该打满月石虎仔囝。苗栗县农业处是表示哦，民众使先等看卖石虎妈妈刚有出现，若水滴拢无看到，得使通报相关的单位来处理。目睭大大蕊，脚只边有特别的斑点。这只石虎仔囝是初3早起伫咧苗栗县里的顶面发现。官府接到通报了，随赶到现场送予兽医师检查，确定是公的，身体正健康，差不多1个半月大。
我们这边还是希望，如果有发生就是幼兽在旁边的话，可以先帮我们看一下，就是花一些时间，那检查看看他妈妈会不会回到那个当地把他带。现在会先把他的声音做一个录音，然后回播。那如果简讯相机有拍到他妈妈回来找他的话，那我们会再把这个个体放回去。苗栗县长赵章也被招好做检查，这是10天来第2遍有民众叫到招好仔。赵章讲，这代表保育工作有进步，希望继续做好友善环境，帮助招好族群。我们这几年下来保育应该是受到肯定，未来能够继续的做好友善的环境，让人跟石虎做很好的一个互动，绝对要尽量的避免入沙。目前这只水只招好是交予动保所人员照顾，也是一个发现伊的所在，怪当基因伊的妈妈转来生囡仔，那顺利上好是妈妈带回去，因果万一妈妈若无出现，官府会继续来照顾，并且来训练，到时看是毋是有机会当来野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溪地的东光社区哦，这几年来用心来保护蝴蝶的生态。社区内底的蝴蝶是真多哦。最近社区的公车站的翻新哦，就特别用蝴蝶来设计，咱做伙来看卖。乌甲白是啦，一个规定的野飞来飞去咧树密，这是南投溪地乡的东光社区。这几天推动生态保育，真正侪野爱食的有味的食物。100公尺的野步道上侪出现伫要1000只野。最近社区要规范这座旧的公车站，伊嘛打算要用野甲田鸭，这社区的特色，来互这座站啊改头换面。如果我们把这个本来没有一个特色的候车亭，打造成我们的一个蝴蝶园区哈，用社区的特色、野的生态来做主题，社区的居民嘛能做伙加入这项美化的工作，有工会使带当地居民做伙学要安怎用阿妈土来猎叶啊，把社区丰富的生态拢表现出来。绣上我们东光最出名的蝴蝶，还有蜻蜓，然后这个梁柱上横的，再加上东光候车亭的泥塑字样。最主要泥塑的部分就是讲，我今仔日用茶房钉在茶房打钉打毛之后，用那个白铁线用那个依附在咱的地板面顶，了后再做一个用的迄个泥塑再甲裹起面顶。用茶帮沿线来做模，再搁用阿妈土纸浆来做通透的身体。社区居民做伙动手，打造一个有社区特色的入口，迎接哪来哪侪业啊，也搁有游客。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嘉庆的国片返校入围金马奖12个奖哦，戏内底有一个布袋戏翁仔白面教官的道具，这阵布袋戏翁仔是训练的雕刻家徐建章做的，来听看卖伊创作的理念。国片返校片中有一段布袋戏翁仔白面教官，也是对新郎姑戏翁弹落去，互观众印象深刻。这阵白面教官的戏翁仔造型嘛吸引人注意，做出戏翁仔的人。就是来自云林，第一翁仔雕刻世家的徐建章。阑尾的地方是传了一个真人的图来了，然后有发现说它木偶的颜色别于以往不同白色的，因为它刚好落在那个年代的布袋戏会颜色比较简单，然后也为了突出那时候剧情的需要，白教官是属于比较恐怖阴险的人物啊。徐建章表示，为了要做出50年代的白面教官。条件以简单的设水来制作，大家是无仔就做几啊件，主要是去向中背照旧相片，以等比例来做出无仔，就是希望布袋戏翁仔卖当不断创新和改变，互布袋戏的文化会当永续传承。能跨界跟电影做一个合作，当然是比较特别的，也能传导到我们台湾的一个国片里面有一个布袋戏的文化。徐建章就讲，较早刻翁仔只是纯粹互人来表演。但现在戏翁仔透过设计师的精心打造，渐渐成为爱布袋戏的人的收藏品和艺术品。收藏的人愈来愈多，现在嘛希望布袋戏文化不只是台湾的地方文化，嘛希望透过较侪管道来演出，走向国际舞台。记者吴林报道。
明仔载就要变天咯，因为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会影响到台湾，北南温度会淡薄降1度到2度，东部的水汽嘛会增加，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咱做回来看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